大家好，歡迎到 Busme Channel。上一集我哋睇過九巴保留咗出牌30幾年去到70幾年嘅古典巴士。今集我哋繼續介紹佢其他嘅收藏品。佢哋喺90年代起陸續出牌，經歷過社會嘅急速轉變，每一部都有獨特嘅代表性。然後我哋仲會睇埋城巴，近年積極咁樣保育一啲舊嘅巴士，重新帶翻我哋去翻舊時。用呢啲保育嘅巴士說出城巴嘅故事。睇片之前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撳埋個鐘掣，仲可以用 Super Fans 支持我。Let's go！ Riding the bus, my spirit feels so l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See smooth the window shining in the night. Ride on the bus.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踏入90年代，全個世界都喺嗰段時間急速咁樣發展，互聯網、手提電話等等越嚟越普及，香港嘅巴士亦都唔例外。我哋由熱狗時代踏入呢個嘅全空調化嘅年代，而去到90年代尾，更加有呢個嘅低地台巴士出現。巴士亦都由3+2座位變成2+2座位，甚至加埋頭枕，舒適度大大提高。而家我哋睇下九巴保留咗幾部見證住呢啲時代變遷嘅巴士。去到2012年，所有嘅熱狗巴士終於退下火線。為咗紀念呢個熱狗巴士時代嘅終結，九巴保留咗2部最後嘅熱狗巴士，包括咗呢部車牌 GD605。編號 S3N370， 丹尼士巨龍11米。由於佢下層嘅車尾部分係密封咗嘅，所以巴士迷就會稱呼佢做密籠。呢部車最後行走嘅路線就係5A， 而九巴保留咗佢之後，亦都將佢翻新翻去熱狗式。佢除咗間唔中會喺一啲活動出現之外，亦都曾經出現過喺許廷鏗嘅停半分鐘聽一闕歌嘅 MV 上邊。同保育香港流行曲文化互相呼應。而另一部末代嘅熱狗就係富豪奧林比安，巴士迷就會叫佢做老虎豪。佢亦都係九巴裏邊唯一一款富豪嘅熱狗巴士。車牌 GL258， 編號 S3V26， 呢部車可以話係其中一班最後嘅熱狗。喺2012年5月8號凌晨，佢喺16號線行完最後一程，標誌住香港巴士嘅熱狗時代正式落幕。退役之前，佢原本係一部廣告巴士嚟嘅，保育之後當然就翻去呢個嘅九巴熱狗式，不過就冇改翻做落地嘅時候長方形車頭燈嘅配件。踏入90年代，以前2軸短嘅熱狗巴士陸續咁樣夠鐘退役，九巴就採購咗呢啲特別短嘅丹尼士巨龍9.9米空調巴士取替佢哋。呢部車牌 GV1553， 編號 ADS143， 喺90年代中出牌，巴士迷就叫佢哋做迷你龍。行走靈活，非常之適合行走彎多路窄嘅路段，例如10、606、91、91M、299、64K 等等。而九巴保留咗呢一部嘅短龍，亦都算係最後一批3+2座位嘅巴士。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年3+2座位嘅時候，3個人膊頭撞膊頭咁樣逼埋喺3座位裏邊嘅情景呢？呢部短龍代表住早期冷氣巴車廂配搭嘅完結，標誌住巴士由3+2座位走入2+2座位嘅年代。去到1997年，香港巴士亦都迎嚟咗新嘅改革。九巴引入咗全球第一部12米3軸低地台巴士，呢部 Dennis Trident， 車牌 HJ2127， 編號 ATR1， 極具代表性。
佢設有斜板，令到輪椅人士可以無障礙上車，亦都代表住香港社會進步嘅里程碑。當年九巴就將低地台巴士配上咗香檳金色，令大家耳目一新。我哋之前亦都有片段介紹過呢啲低地台巴士啦，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睇返。眨眼就到咗最後一部，近年加入保育車隊嘅富豪超級奧林比安 10.6 米，車牌 LV8402，編號 ASV100。佢喺2005年出牌，2023年正式退役。最後行走嘅路線呢就 11D。當晚喺觀塘碼頭巴士總站吸引咗大批巴士迷同佢送別，場面非常熱鬧。呢款車短小精幹，適合行走彎多路窄嘅路線，配舊有設計嘅曲樓梯同埋舊式嘅前望鏡嘅巴士。講完九巴，城巴近年亦都好積極咁樣保育一啲舊嘅巴士。第一部保育嘅巴士投入專利巴士服務嘅其中一個功臣之一。喺1993年，城巴成功投得到前中巴嘅26條巴士路線。由於新嘅巴士生產需時，所以佢哋就喺新加坡購入咗100部喺70年代中期出產嘅地蘭 Atlantean 作為應急之用。佢哋到咗香港之後進行大翻新，包括咗成個車頭更換，變成當年新型嘅亞歷山大車身車頭，加上電子路線牌，外表新穎。不過由於佢車齡已經有翻咁上下，所以咧就俾巴士迷稱之為黃老太或者叫做波柴。直到去1998年，城巴宣布全部車隊空調化，而呢部車牌 FS7534 編號633就揀選成為咗告別儀式嘅主角。佢完成咗載客生涯之後，就成為咗城巴小蠔灣車廠嘅員工巴士，接送城巴嘅後勤人員。退役之後就閒置喺車廠裏邊。去到2013年，城巴正式招標出售呢部巴士，最後有一班熱心嘅巴士迷買咗呢部咁傳奇嘅巴士，進行私人嘅保育。到咗2019年，城巴籌備佢40週年嘅慶祝活動嘅時候，就同呢一班巴士迷接洽，將呢部巴士再次回歸翻城巴。城巴亦都將佢進行全面嘅翻新保育，經過全面翻修，無論機件外貌咧都回復翻去1993年嘅狀態，而車身亦都貼上咗 Leclerc 26新里程，代表住城巴全力咁樣投入呢個嘅專利巴士服務，亦都象徵住城巴正式咧由呢個嘅非專利巴士變成而家港島區專營巴士龍頭嘅關鍵時刻。下一部係單門嘅冷氣巴，地蘭 Olympian 11米，車隊編號178，車牌 EV6091。呢部車喺1991年出牌，2+2座位佈局，配有頭枕同埋呢個嘅絲絨凳，而巴士上層更加配有呢個置物架，方便長途嘅乘客擺放私人物品，非常之貼心。而當中最吸引人呢，就係佢呢個嘅大食鬼車身，除咗令到城巴嘅標誌更加深入民心之外，設計亦都非常之醒神。呢部車退役之後，曾經長期放置響西九龍嘅露天車廠，成為咗雜物房。到咗2024年，城巴慶祝45週年，最後花咗大量嘅人力物力，將部車重新翻新，並且重現大食鬼嘅形象，就如一部新出牌嘅巴士一樣，記錄住當年城巴為專利巴士路線 12A 同埋非專利巴士部提供更加舒適環境嘅服務承諾。跟住近年翻新嘅仲有呢一部編號406，車牌 FY5560 嘅富豪 Olympian 12米，佢喺1993年出廠。除咗見證富豪收購利蘭之後
巴士正式進入富豪嘅年代之外，亦都代表住城巴大量購入12米巴士，提高載客能力。當年佢行走過唔同嘅高客量路線，尤其係過海路線，佢都保留返過去20幾年標準嘅城巴式，為過去30年城巴嘅專利巴士服務做一個紀錄。跟住呢部一望個樣呢，就知道佢曾經係中巴嚟嘅，係一部短嘅珍寶，編號 SF3，之前車牌呢就係 CB5930。呢款車可以話係當年中巴引入，佢唔單止車身短，裏邊配有3+2嘅座位，提高載客量，主要行走一啲彎多路窄嘅山路，所以佢係當年15號流往山頂同埋中環路線嘅主要車隊。珍寶巴士可以話係香港第一代嘅後置引擎巴士，中巴嘅配上埋亞歷山大殼，更顯得佢獨特之處。呢部車隨後亦都過檔去新巴，退役之後一度就俾呢個嘅香港巴士迷會收購咗，但喺資源有限底下，部車經過日曬雨淋、風吹雨打，外觀已經大不如前。到咗2023年，新巴城巴合併，喺資深同埋專業嘅師傅努力之下，由外殼到內籠、地台等等，重新咁樣注入翻新氣息，將呢部巴士回復舊貌。佢展示翻中巴以前藍戰士嘅色彩，車身就貼上咗新巴 logo， 展現咗新巴1998年接管中巴車隊嘅模樣。而取代 SF 嘅就係呢一款 Dennis Trident 10.3米，呢款車隊係當時新巴獨有嘅。最特別之處，佢就配上咗特矮嘅車身，巴士迷就稱之為矮躉。呢款車後期成為咗9號、14號、15號等等路線嘅主力。佢唔單止上山有力，而且行走非常之靈活。同時間嘅特矮車身亦都減少咗一啲矮嘅樹枝刮花車身嘅機會。最有趣嘅歷史就係喺2018年，當中有10幾部轉頭去城巴嘅非專利部，亦都見證住新城一家親嘅局面。最後一款就係富豪嘅 Super Olympian 12米，車牌 KV3603，編號5102。呢款車可以話係新巴全盛時期嘅旗艦型號，新巴購買咗超過100部。當年佢係8P、112、682等等黃金路線嘅主力。而新巴喺1999年取得將軍澳南嘅新路線專營權，流往九龍同埋港島區，打破咗過去一直以嚟九巴專營路線穿梭九龍同埋新界嘅局面。而超豪就係新巴將軍澳南新路線嘅主要用車，可見其重要性。其實喺城巴入邊都收埋咗一部丹尼士嘅殼彩，車牌 CD2198，編號 DS1， 可以話係香港碩果僅存嘅最後一部殼彩。喺新巴嘅巴士博物館計劃告吹之後，就賣咗俾香港巴士迷會收藏。佢喺2012年嘅時候，曾經喺城巴車廠進行大翻新。佢以前曾經多次咁樣出席過呢啲巴士大集會，不過近年就先有露面，而家就擺放咗喺城巴車廠入邊，未知道係咪已經收歸咗城巴旗下。我哋由早2集睇到已經失去咗嘅保育巴士嘅秘密基地，去到今集睇到2間巴士公司為咗保育巴士嘅貢獻。九巴由80年代開始系統性咁樣保育，盡量將香港嘅巴士發展史建立一條完整嘅時間線。令人欣喜嘅係，城巴近年亦都開始主動復修、重建、保育佢哋嘅舊巴士，並且喺唔同嘅活動嗰度展示出嚟，亦都表達過興建博物館或者好似外國嘅 Buswally 活動，間唔中可以係俾香港市民
除咗欣賞到之外，仲可以乘搭到呢啲古典巴士。有佢哋嘅落力，香港嘅巴士保育文化又邁向咗一大步。甚至乎運輸署亦都同巴士公司合作搞過呢個古董巴士巡遊。當然，除咗佢哋之外，香港亦都有唔少嘅私人保育組織，仲有一班充滿熱誠嘅巴士迷，為香港嘅舊巴士進行保育工程。下一集我哋就講下近年曝光率比較高嘅私人保育巴士，一齊欣賞下佢哋嘅努力。今集講住咁多先，下集我哋再見，拜拜。